今天分享的是梦见赌王何鸿燊的前世今生。赌王何鸿燊刚刚死了没有1个月的时候，我灵魂出窍在阴曹地府看见他。梦里他60多岁的时候，精神抖擞的。他在阴曹地府也是很富有的鬼魂，带着他以前一起创业的老部下前呼后拥的。其中一个他以前的经理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父亲。梦里他带来很多人和钱，一边走一边给其他鬼魂撒钱，很多人簇拥着他。他的灵魂样子是60多岁70岁左右的样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死了还可以变年轻。有钱人死了也是富豪吗？神明告诉我，他下辈子依然投胎转世在广东，依然是富豪，可能财富没有今生大，但是依然是大富豪。